新北泰山枫树里为着推广在地文化，请外地人来佚佗。因的里面甲主讲是家己培养桥仔式的花海蒜香亭。这款蒜香亭的花期是干那7天尔，不过有4种无同款的色水，就请真侪游客来翕相。而且还有在地老师用台语导览，咱做伙来看。 规排满满桥仔式的蒜香亭，侪民众赶紧摕手机来翕相，不管是啥物角度，拢要来一张。这就是为着要把握时间，甲花海翕相。因为蒜香亭开花7天了后，花就冷去，真侪民众拢学到这款蒜香亭完全无受到风台影响，阁会当开花开甲遮尔水。泰山像蒜香藤，一礼拜就无啊，紧来看。紧来看嘛，讲，风台阁无互风台拍倒去，足好个啊。 为着要带大家来认捌泰山的在地文化，嘛推出舞剧，现场嘛有在地导览老师专工用台语来绍介蒜香亭的历史。蒜香藤伊是安怎叫蒜香藤吼？因为伊的花甲叶啊，正经拢有迄蒜头的味哦。 导览老师讲，这种花会号做蒜香亭，是因为伊有蒜头的香味，加上伊是对南美洲来种，春天甲秋天会开花，所以一冬开花2届，加上伊只有7天的花期，所以大家才会把握时间来欣赏伊的水。若要赏花，一定爱趁一礼拜时间爱来赏，无就无去啊。4个色，那拄开的是青紫色嘛，开的是就是紫色，开较久的是变粉红色。 要写字是变白色。这款蒜香亭就伫新北泰山枫仔树河滨公园。导览老师讲，当地居民为着要请外地游客来佚佗，才会想讲要用蒜香亭来做观光。逐摆若到花期，就是枫仔树里上无用的时阵，拢总有60名的里民志工来做维护，嘛是靠里面的拍拼。这款蒜香亭才无互空内风台扫倒去。记者陈阿轩、林玉凯新北报道。